恭讀聖若望福音第10章22至30節。嗰陣時係冬天，喺耶路撒冷慶祝嘅聖殿重建節到啦。耶穌喺聖殿裏面嘅撒羅滿回廊徘徊，猶太人圍住佢話：你仲要我哋猜疑到幾時呢？如果你係基督，就坦白話俾我哋知啦。耶穌答佢哋：我已經話過俾你哋知，但係你哋唔信。我因我父嘅名所做嘅工程，已經證明咗我係邊個，但係你哋唔信，因為你哋唔係我嘅羊。我嘅羊聽我把聲，我亦都認識佢哋，佢哋都跟隨我。我俾佢哋永遠嘅生命，佢哋永遠唔滅亡，邊個都唔能夠由我手中搶走佢哋。嗰啲係我父所賜俾我嘅，佢比一切更大，邊個都唔能夠由我父手中搶走佢哋。我與父原本就係一體。福音反省。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都跟從我。教會慶祝聖母喺花地瑪向3位兒童顯現108周嘅周年。花地瑪嘅信息對當今嘅世界同教會仍然有重大嘅意義，就係要為世界嘅歸依同世界和平嚟去祈禱。喺呢一個復活期裏邊，我哋繼續同復活嘅基督相遇，佢走喺我哋中間，呼喚我哋每個人嘅名。喺福音裏邊，啲人催逼耶穌咁講：如果你是基督，請坦白告訴我們吧。耶穌嘅回應唔係新嘅啟示，而係溫和嘅提醒。我已告訴過你們，但你們不信。信仰唔單止係接受新嘅資訊，而係要向耶穌敞開我哋嘅心靈，認出佢嘅聲音，並且跟隨佢嘅指引。但係我哋就時時發現好難真正屬於佢嘅羊群，就算我哋認為自己已經喺門嘅裏邊，係乜嘢阻礙咗我哋呢？有陣時係財富，呢個唔單止係物質上邊嘅富有，而係我哋將安全感放喺財產、放喺地位又或者舒適上邊嘅微妙方式。而喺其他嘅時候，就係僵化嘅心態。我哋依戀規則同控制，而唔係信靠天主嘅慈悲。冷漠亦都可能扎根喺呢一度，即係靈性嘅沉重，使我哋對更多嘅渴求變得乏味。我哋亦都可能俾世俗嘅雜念、神職人員嘅態度，甚至宗教意識形態所拖累，使福音嘅簡單性變得複雜。所有呢啲都會產生噪音，使我哋更加難聽到耶穌嘅聲音。但係復活嘅主就提供咗截然唔同嘅嘢，就係自由。呢種自由係嚟自於聆聽佢嘅聲音，知道我哋係被愛㗎，並且選擇一日一日咁樣跟隨佢，就算前路感到不確定。喺呢一個復活期，就讓我哋問一問自己，係乜嘢讓我冇辦法喺信心裏邊前進呢？我係咪真正自由咁樣跟隨耶穌，抑或係喺度依戀其他嘅嘢呢？願主賞賜俾我哋勇氣，走入去基督嘅門，以喜樂、以信靠嘅心嚟去跟隨佢。